时8庙是台南府城15间庙寺的合称，其中位伫开山路的马公庙，伫人48年后，搁来造就7500拍的花灯已经来点灯来起鼓了，这个造就嘛进入高潮。 马公庙今年建庙到达375年，进前因为真久无整修，有漏水问题，啊，伫107年真修好势。欢迎各位各界善心大德，如果有空的话，可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教典跟我们的盛事。挂花灯主普普济殿，甲2年所留落来1500拍花灯收一做伙，摆做一条磅空。若到暗时啊，这几个景点会变甲水当当。那这次就是借由这样子的盛会，我们把灯会也把它移到这个主普场来共襄盛举。啊，较特别的是，主普府城普济殿特别设大树也坐殿，在美观度嘛是过去毋捌看过几家。啊，这几活动会到12月初3举办普渡，迄间活动会是上热闹的时阵。